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政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实在讲，无论讲什么款病症，咱人第一要紧，就是咱的健康。健康若顾会好，万病要来侵占，咱的抵抗力有甲遐，拢会当抵挡。毋则国政变啊变，去变到昭和8年，1933年，咱竟然有迄个歌册，或者小带佚佗歌。佚佗叫人出去佚佗，但歌册咧写啥？实在讲，伊毋是讲出去迎先生咧佚佗，食百龙榴莲咧佚佗，毋是啦。伊咧劝人讲吼，爱出去外口面行大甲运动，因为你嘛知影讲演过，真侪人吼，长年烫天也无咧休咧拜，拢辛苦伫咧做呢。啊，四句联安怎编，安怎写？咱做伙来甲听看卖。头一拍，国政扣出一拍讲，近来社会伫改良。街路大条搁向阳，后公园通落暢，毋通直坐会积伤。佚佗受了新空气，食饭也较会开鼻。树骹佚佗有趣味，所种花草拢新奇。你甲想，1933年，这日本时代，迄当阵日本人拄来台湾，开始建设一寡公园。你讲公园，但即摆哪有稀罕？事实无论公园。大条车路、车行灯，包含讲动物园，这拢是现代国家才有的建筑呢。你讲像旧时衙门，敢若遐扣税金尔，伊要来遐设公园，啊，毋则讲日本人来台湾设公园，才有即个四句联咧甲咱讲，讲到即摆吼社会直直咧改良，街路大条搁向阳，啊，搁有公园通落暢，叫人吼都爱去树骹行，树骹佚佗有趣味。所种花草拢新奇，原来佚佗就是讲叫人爱去公园运动啦。过来四句联继续来甲听，伊四句联讲：做人每日交代志，代志创营找时机，紧带家族佚佗去，公园水果甲鱼池，有时登山看景致，有时念歌兼念诗，有时三甲学乐器，欢喜大家笑眯眯。哈哈，确实四句联讲了真好。伊讲吼，咱毋是讲干那无用就好，因为现代人做人每日交代志，啊，确实都有影哩。人讲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以人言无二三。真侪烦恼的代志，毋过吼，代志创营找时机。你去公园，公园内底有水果，有鱼池，啊，甚至有时啊登山看景致，有时啊阁会三甲学乐器，尤其吼。倒一款人爱认真注意讲出来运动甲佚佗，你敢知？四句联继续甲听落去。四句联讲：好野有心通忧想，第一可怜初做娘，饲鸡饲猪讨人上，一年一摆五爷香。这款生活着改良，青惨过日足通伤，着有佚佗才会勇，身躯若勇会存长。四句联就是咧讲吼，若讲好野人有心情通好忧想你，毋过第一可怜初做娘，真侪过去日本时代女性饲鸡饲猪讨人上，啊讲要踏出门口面，一年一摆五爷香，就是讲吼对人出去迎顶头，出去进香尔啦。啊，即款生活着改良，凄惨过日足通伤，毋则讲吼，着爱佚佗才会勇。这新观念较早无的，都要出去运动，啊，若身体若勇会存长，这确实。日本时代四句联，这个知识到即马阁真值得咱捡起用，你讲看有影无？